借问一下啦，恁若要死袂？这办法啦吼，一个无有车人拖啦，连光华茶头路嘛要抢啦。要想家己健康等听到消息，机会早就互抢去。我叫伊去找啊，去找看上厝有死人，还是有人要死，就赶紧来啦通知。只要我若接到生理啊，好，光华茶这个工作，我一定叫伊做。代志？是的啦，借问一下啦，恁若要死袂？也袂哦。安尼遮尔慢啊！我伫外口哦，等几夜嘛呢？阿母，米安怎无米啊？我来食较紧啦，爱含猪蹄脯来食啦。阿母，你不要搁去教堂抓米粉哦，敢有换白米啊？一个无迄间阿妹人就无爱发落你啊啦，也当啊嘛真客气。阿母，番薯家己孵家己食啦，食番薯放大屁，补，哎呦惊死人！我才无爱食咧。你要倒啦？我3人啦。敢有有啦。そうは見えないんですね。若いな。そうですね。你有几个囡仔？我你有4个哦。だらしないから使えないんですな。そうですな。